有一点害怕，可能自己在家里多做一点，就比较不会买外面的。食安问题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那毕竟吃是一个要很讲究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手边当中，大概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干香菇，或者是干的小鱼干，甚至有一些柴鱼片等等。那利用这些原物料的食材，其实就可以去做干燥，然后成磨粉。那这些就可以代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化学添加物品。那自然相对的，你的食安问题就会尽量的去减低它的风险。那辣椒的话，其实也是，我想辣油毕竟是从生辣椒去提炼出来，那我们自己炼其实也更安心、更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段时间，大家苏丹红所带来的食安疑虑其实我们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在源头管理，所有进口的这个调味剂的原料都必须要严格审查，而且获得了相关第三方公证单位或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安全认证。这第二个，对于通路商跟这个末端的餐饮业者以及这个大卖场，我们也要求他们要自主食安管理，所以他们可以要张贴不含苏丹红的这个食安标章。卫生单位跟市府也会不定期的密集的去加以检验。第3个部分，我们也鼓励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厨房以及所有业者可以自行使用天然的这个调味料的原料来自己制作辣椒酱或制作这个天然的酱，所以用这样的3管齐下来，希望民众解除民众的一个食安疑虑。因为眼见为凭，自己做的自己一定放心。那不是每个人都是食安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作为美食大厨，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能够把这个食安放在心上。食安从自己做开始，从食安认证开始。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3月1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由美国艺术家波西克所发起的红球计划，今日伫红神庙启动，吸引真侪游客前往翕相。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邀请大家对着红球的脚步认真感受台南。大果鱼直径4.5公尺、重122公斤的红球现身台南。第一站就伫咧红神庙接关停。3、2、1，欢迎进来！时间一到，民众排队入场，每一体限制100人，会当摸鱼、抱鱼，比各种动作甲红球互动。还有小朋友戴着红片仔，欢迎红球来到台南。咱这道红球的计划交高级的这套我最想要来看，所以我家己嘛做一个红球来遮做好耍。这是国外来艺术，对所以特别要来想要参与这个国际性的活动蛮特别的，就有点中西跟美式混合在一起的艺术。因为它这个算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古迹红球计划将连续10天伫无同的地点展出。由美国艺术家波西克亲自走访挑选，希望让国内外游客亲历府城巷弄，感受台南市吧。I was here in December working with Leslie and Elisa to find all the sites, and it's really done on foot. So I was here for a week. We were driving around, walking, and both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also finding new ideas. And the sites have to be a reflection of bo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but also how the city is lived in today. 红球我们要跟文化相结合。你如果来到太空旷的地方，好像就风一吹就走了，就不好固定。那在城区里面，在历史街区里面，一方面跟这个东方的文化跟我们的宫庙宗教文化能够互相撞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跟我们的美食区互相辉映。为了爱好这的古迹，设定团队有针对无同的建物精选压力，连内容领所甲现场实地状况拢有考虑。欢迎大家来对红球的同时，嘛欣赏台南古迹的水。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
为了庆祝4月2號全國社工日，市府社會局特別邀請社工參加運動比賽，展現熱情甲活力。市長黃偉哲也嘛到場，支持社工的能力甲薪水等等的制度要提升。4月2號是全國社工日，但市政府為了慶祝屬於社工特別的日子，3月29提前舉辦社工大會書，數百名社工小招佇永華市政中心的廣場一一進場，要用趣味的運動比賽來交陪。市長黃偉哲嘛到場頒發11位績優社工甲團體獎，肯定大家專業甲辛苦付出。嘛，甲所有貴賓點燃向前勝利和平的盛火，特別佇受虐待兒童事件檢討聲中，要提升對社工的尊重。在社福2.0、長照2.0的推動下，已經提高了社工師的待遇。但對於社工師的尊重，我們還是現在正在努力，希望讓給社工師在專業上更多的尊重，在人格以及在他的一個執行公務上更多的尊重，其實才能夠讓這個社工師願意留在這邊。地方政府當然第一個人力能夠更充實啦。中央綁定的部分，我們地方也事實上也可以讓他的在勤務的安排上不要變成破碎化，能夠讓他們有完整的時間，讓他們有更多的休息。這點我們是會努力的。社工佇比賽進前展現活力，要用因的專業來守護社會安全網。徛佇工會立場，除了希望政府佇制度面提升能力、改善勞動環境、待遇等等，嘛希望人人都發揮社工的精神，和社會減少危害。可是鄰居社區的人，他其實是可以24小時去監督這些加害者的，所以我們更期待的是，就是我們人與人之間可以更多的情感接觸，不要好像今麥有當下讓你給比較多什麼樣都唔知。對，如果其實我們有多一點的關心存在的話，其實這些受虐，不管是兒童啊、老人啊，其實他會比較早被看見，也可以減少這個憾事的發生。因為新聞官及彩虹報道。由教育部補助設立的基礎設施、治安人才甲技術培育基地，29號佇成功大學啟用，包括教育部、中油、台電以及自來水公司的代表，共同見證這重要時刻。面對國際新形態的資訊安全威脅，響應政府的治安及國安的戰略宣示，由教育部技術加職業教育署透過建立區域產業人才加技術培育基地計劃，補助省大打造關鍵基礎設施、治安人才加技術培育的基地。29號上午，佇個省大計算機加網絡中心正式來揭牌。祝福關鍵基礎設施、治安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正式開幕。配合我們蔡總統當初4年前的政見，我們教育部有從2011年起就推動建制區產業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計劃。那這個計劃是4年那投入24億元，要協助大專校院設置20座的重點人才培育基地。那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核定18，今年還會再核定這個至少2個所以我們會把它達成那當然在這裡我們的成功大學的關鍵基礎設施、治安人才及技術培育基地就是非常重要。其實這個基地還被行政院指定的留住人才在我們的最關鍵的前線。那油水電呢，又是國家裡面最重要的生命線。尤其是遭受到很多治安的這個挑戰，這個油水電的部分一定是要守得最嚴密、最關鍵，才不會受到其他的這個侵害，這個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的維運，所以這個方面是非常至為重要。該計劃由省大校長沈夢如親自來主持，為連接三官學的資源，提升跨域實務的教學能力。成功大學嘛甲幾間的大專院校、法人單位、個人企業來合作，建立包括油、水、電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教學基地，加治安實踐的場域。大學就是整個是人才培育的基地，那這個是治安人才，那個是碳中和人才，我們就把人才做好。第二個，做這些事情都要場域，
场域才能各式各样的 scenario 才能操作模拟，才能去做这个事情嘛。第三，我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都是国家的资源，高等教育有一定它的公共性，一定要配合周遭的学校，包括高教，包括技职体系，中南部还有要拓展到，但恒春没有学校，到屏东等等，这些话把它串起来，大家一起来利用这个基地号去做好这件事情。上午出席甲拜，包括教育部政务处长刘梦琪、所谓发展部的政务处长李怀仁，以及国营事业、台电、中油、甲自来水公司、农油董事长甲总经理亲自来出席，希望未来共同培育民生能源的资源人才，提升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资讯安全实践的量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官协会成员拢是来自各界事业有成的女性朋友。大台南分会为了响应台南400，特别邀请会员朋友做伙穿旗袍，坐观光巴士洗呼声，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将台南的美好分享给国际。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大台南分会姊妹会员，每一个拢精心打扮，欢喜坐上观光巴士。听到解说员的讲解，要来游览府城，除了希望会当更加了解故乡的历史，也是为10月份登场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协会年会行程来先行踩点。我们世界华人是在台湾设立的一个会，然后现在拓到全世界，已经有88个分会。那我们大台南分会，这次举办这个就是配合府城400，要古都巡礼，让在地人也要了解台湾的古迹、台湾的这些庙啦、这些文化古迹、这些历史。我们有解说人，我们会从这里。虽然在地不见得是都了解，然后也难得坐上那个双层巴士，做这种观光旅游。希望我们也带动府城这个400，然后推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古迹，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而且我们10月份有世界华人的年会完以后，会带好几百个人来台南观光，也。借这样，我们是一个种子，我们到时候会了解，以后会带着他们来更认识台南，更认识我们的古迹。创造未来，一定要探究历史。那像我们身居在安平的人，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安平的古迹以及安平的古迹历史的由来，所以呢，今天趁由这个机会，让姐妹们体验到双层巴士以外，那也更了解的我们的古迹的由来跟这些历史的轨迹，那才能让姐妹去把借由我们这个全球性的一个社团，把这个台南给发扬，台南的观光给发扬出去。大台南的会者为推广台南观光，特别穿上旗袍，致上会长准备的礼物，进行一场国际巡礼，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让全球姊妹更加了解台南，并将府城400的故事传到世界各个分会。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市善化区连潭里的道路真正有够矮，路边也拢是红线，不准民众临时停车，车位有够歹找。加上外南科人口数愈来愈多，因此地方希望政府会使增加停车的所在。涂骹明明画红线，车也是违规停落去。台南市善化区连潭里临近人口带动发展，人口愈来愈多。也毋过因为中华区规划较早，车道只有8米宽，道路中线无法度画。那两边停放车辆、消防车、救护车拢派出入，所以全里只好画红线，禁止临时停车。租客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租客毕竟房东没办法提供他那么多车位啊。嘉义的路都很大，为什么高雄路都很大？为什么台南这么小？我不晓得当初这个从化区为什么规划那个路那么小。从化区的话，理论上他又搞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较困扰的对啦。对，连潭里户籍人口数有6000多人。加上租厝的实际人数过万，想要找一个停车位嘛拢真困难，连家长接送囡仔嘛拢受影响。学校只好参警察局讨论，稳准部分时段会当临时停车。
李长讲，虽然要准备起停车塔，但过后面阁有店家陆续进驻，停车问题恐惊会愈来愈严重。因为它下面是规划商圈，是有商店要进驻的。那你外围的那个道路就是八米尔，八米的话，其实你生意上好，我嘛头壳疼；你也无生意，我嘛头壳疼嘞。系啊，因为你车一出来，而且路太小，变成所有的优点都会变成缺点去了。这个停车场透过立体化之后，会再增加300个的一个停车空间啊。我想这个对整个连潭里周遭的地区，应该整个停车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一个供给的提升。交通局表示，未来会监督法局合作，找适合地设平面停车场。地方嘛，希望新开发的中华区会当好好规划，避免类似问题发生。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为了纪念郑南榕先生追求言论自由的牺牲奉献，市府率先宣告，将每年的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也向外界宣布，为4月1号到4月30号，将透过展览、演唱会等等的方式来纪念伊。为民主咧，全部透过家己一个嘛免大声看，煞来就是，煞就是咱来是所来建立新国家。透过阿家音乐创作，传唱无共世代自由价值，互大家做伙守护台湾民主。但市率先宣告定每一档4月7号是言论自由日，今年嘛将举办相关系列活动来纪念。4月7日。暗时表演，还有咱台南的狗屎运爵士乐队，还有阿基饶舌歌手，还有童根生灭火器。那刷定活动有专家的专文，还有广播电台、Podcast， 还有美国出现的 YouTuber 乐乐法律来做放送。今年主题定做我主张新世代自由，提倡加强判断能力，甲查证是新世代台湾人的责任。互言论自由无变质，才当影响台湾民主价值。1989年4月7号，郑南榕自焚的那个火焰，一直在我们心中燃烧。我希望那个燃烧能够传承下去，让那个火焰持续在台湾人民的心中燃烧。因为那把火焰提醒我们，台湾主体的地位应该要由台湾的人民自主来决定。我们纪念他，我们希望珍惜现在。我们也期待未来的下一代能够珍惜得来不容易的言论自由。真感谢咱过去付出的前辈，嘛因为安尼，咱台南市咱要继续对着言论自由的这个部分，继续来互更较侪人知影，尤其互更较侪咱的少年朋友。今年4月7号下晡，在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豪华广场将举办演唱会。4月1号到4月30号，才在园区内举办装置展览，另外也有线顶的相关活动。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病院今年接手台南市东区社区综合性服务中心。最近日道光教会正式启用，由社会局以及教会共同见证台南病院一步一脚印，迈向新的里程碑。卫福部台南病院为了发展优质甲便利的长期照护医疗服务，伫去年底开办大院综合照护服务的计划，执行大院优先的共同照护服务，除了原有的社区长期照护服务，今年更加新办东区社区综合型的服务中心 A 级的据点，希望成为医疗体系中整合多元在地资源的典范。今天这个主要的是我们的 A 据点，那我们知道长照有 A、B、C， 那 A 据点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它主要的是在针对东区的长照的一些个管的一些服务这样子。那经过 A 之后，它会把它的资源分配到 B、C 据点，让我们全国的，尤其是针对东区，它的照顾品质会更好。那这个是由我们台南市社会局来允许，就是承认我们可以
承办这件事情，这是国家长照政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台南医院很荣幸有机会继续承担在台南市东区的服务。这个地点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它就在社区里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台南医院能够深入配合社会局的政策，然后深入社区，来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据点，来到关怀我们社区的民众。那尤其也在这里还要再感谢我们的德光教会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据点。那我相信在三方多方的努力之下，我们的长照服务一定能够深入社区，然后提供服务，最需要协助的长者的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健康的照顾。目前东区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据点就设伫德光教会。台南病院将派驻2名专任的个管师，主动提供出院衔接长照2.0的服务，包括居家的护理、营养照护等专业的服务。未来嘛将甲德光爱心会据点来合作，定期举办各项的预防、甲延缓失灵等课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一间以正宗花雕鸡出名的餐厅，19年来一直受到消费者爱戴。即马为了让消费者用餐环境更加舒适，总店嘛刷起更加大的所在营业。透过镜头，咱做伙来看卖。厨房有机创办人高彤19年前创业的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健康的餐点来陪伴女儿。他的正店招牌正宗花雕鸡，更是传承大陆师傅的正统手艺。而且厨房有机只使用养殖92天、总重3斤的跑山鸡，因为这样的鸡肉不但油脂分布恰当，肉质也更 Q 弹。鸡肉下锅后，再加入秘制的花雕酱，经过6道工序慢火翻炒40分钟收汁。上桌后，这道香气十足的花雕鸡，就算只拌汤汁，也能连客好几碗白饭。厨房有机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招牌花雕鸡跟澳门猪骨煲。台南花雕鸡的特色，它可以1锅3吃。它第一吃板条，第二吃可以就是加汤再煮火锅。它这些特色都可以变化，像我们有花雕鸡海鲜火锅、花雕鸡海鲜粉丝煲，然后有做一些麻辣花雕烤鱼，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餐点。创办人高彤表示，创业19年来一直秉持着良心经营，把客人当成家人的理念。就算面对苏丹红等食安风暴，高彤也信心满满，一定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出现那个食安这个苏丹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有去做一些调查。其实苏丹红它是皮革油，它是用在皮革上面让它染色。那其实我们里面用的这个13香，它是中药去搅成粉，然后下去做拌香，所以不会有苏丹红的问题。那板条是我们店里必吃，所以我们板条是跟我们配合经营了快30年的老店配合，所以他们在检验方面都是合格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为庆祝总店扩大营业，在30日开幕当天，更祭出了花雕鸡买1送1及打卡评论送龙虾的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回馈一路支持的消费者。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3月19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咱再会。